所有嘅修行者，無論從邊個念處、邊個方法開始，都必須經歷觀內、觀外、觀內外以及觀生、觀滅、觀生滅嘅階段。大念處經重複出現的教法。大念處經中有咁樣嘅段落：安住於身，觀照內身；安住於身，觀照外身；安住於身，觀照內外身；安住於身，隨觀生法；安住於身，隨觀滅法；安住於身，隨觀生滅法。段落中嘅身換成受、心、法，喺後文中重複出現。關於觀內、觀外及外內外，前文中已經提到，可以稱為念處嘅三個層次。觀內係觀自己嘅五蘊身心，觀外係觀他人嘅五蘊，觀內外係自他交替觀察。咁係因為我哋唔止執着自己嘅五蘊，亦都執着他人嘅五蘊，所以兩者都必須觀照。觀內外之後係觀生滅，咁亦都係四念處嘅觀察重心。觀生滅就係觀對象嘅生起、消失及佢嘅原因，如實觀察五蘊身心嘅實相。五蘊係不斷生滅變化，係無常嘅；五蘊不斷受生滅壓迫，係苦嘅；五蘊生滅無常，並無不變嘅我嘅存在，係無我嘅。七種隨觀。喺收集四念處嘅時候，每一念處都以七種方法，亦都就係七種隨觀嚟到收集，分別係：第一，無常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係生滅無常嘅，為無常而非常，能去除常想；第二，苦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係苦非樂嘅，咁樣可以去除樂想；第三，無我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係無我而非我，如此可以去除我想；第四，厭離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為無常、苦、無我嘅時候，會厭離身體，而唔會執取身體，因此得出離而不染着，斷歡喜想。第五，離欲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為無常、苦、無我嘅時候，對身不起染心，離欲而不貪愛。第六，寂滅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為無常、苦、無我至相當程度嘅時候，暫時去除煩惱，捨棄雜想，促成滅而非生。第七，捨遣隨觀，觀身、受、心、法為無常、苦、無我嘅時候，能捨棄，不執着於佢哋，心會傾向涅槃，而捨棄執取。